讲师投影片了，你看哦，已经从那个放大那种它缩小，可以看到这个有留言板的位置，它贴上去那个哦有呢，贴上去了呢，这就是云端硬碟网址，有很多投影片，几百项哦，要放到云端硬碟，然后那个资料夹网址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了。已经提供在影片的留言板，点按那个网址进去，就可以进入那个。你看哦，从参考1到21那么多，它22了，讲题还有1到好多个。那点按进去以后，你看都有缩图了。你看好多投影片都还有缩图，可以善加应用。这个资源就整合在云端硬碟，善加应用。